来，因为大家平安。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我们愿意等候耶和华。让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：我有平安如江河。神要我们单单仰望他，来敬拜他。我们用安静的心来敬拜我们这个神。当我有梦里景象美丽，当我的天来你有你，一组力量刚丢，消失一切拢将最慷慨。当我行伫你的心意。
子带我们敬拜，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。上帝讲，得有7年甲实现来敬拜，咱就行伫上帝的心意内底。上帝设立伊的宝座伫遮，这个宝座要充满咱回应伊的疼。神的面前，这时候，请我们用心来邀请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跟我们一起享受我们给你的敬拜。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神
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理由。这是请大家起立来敬献诗98首，基督给我救河山啊！